日子诶，搁再一届问候大家好，大家平安。一礼拜过了好无？有欢喜无？是啊，我相信新的一年上帝要赐予咱，要带咱行这一年，咱无一定知影的道路，但是上帝应允一直甲咱做伙。总是伫遮你行，咱会当欢喜伫上帝面头前平安来过日子。当然，咱毋是干那平安欢喜来过咱世俗的日子。因为将来有一日，咱要甲主见面的时阵，我相信主会真欢喜，互咱转去到厝的时阵，看到伊会看到咱足欢喜，讲哇，你的世上真正水不但平安过日子，你也真拍拼所以今仔日会当入来天国内底，甲这个主耶稣也好，也是甲咱的天父甲正天使，也是讲较早以前已经先转去天顶的这些兄弟姊妹。大家做阵离啊来欢喜过永远的日子啦。所以牧师今仔日照着这段经文，敢若讲咱新的一年，咱不但是平安来过日，咱有目标咱毋是讲无目标，咱有目标要哪来行咱这一年的日子这一年的日子。所以照着今仔经文，就是讲求主保守咱每一个人你平安喜乐的过日子啦，毋是无代志做，咱是有目标的咱是有知影上帝主耶稣甲咱竞选。知影，互咱这条路，咱安怎继续行，咱会当有目标，来享受着欢欢喜喜，将来来见主的面。这时阵咱压头祈祷。真爱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甲你的话语留伫阮的当中，总是你要叫阮得到你永远的活命。不但有这个永远的活命，也要阮会当欢欢喜喜丰盛。有一日，阮会当见主的面，你天国的内底，来享受永远的快乐。主啊，阮献上感恩，甲下面的时间交托给主，求主你引带，互每一个兄弟姊妹，照着你的话语，会来鼓励阮今年会当更加有目标，更加有方向，来行头前的这条天路。主，阮甲下面的时间交托，求主赐福传领，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免。一般你讲咱讲天国是拍拼的人入面啦，所以拍拼的人就有啦。所以有时阵大家发讲安尼哪对？咱因为是啥？咱是因为相信来信耶稣嘛，因为信入面嘛，所以咱就已经是稳定就得到。咱为什么爱拍拼？就讲咱就是因为相信来成做会当入去天国的这个应允嘛。即马是安怎？我爱拍拼。爱拍拼啥？要拍拼啥？意思讲上帝这个稳定的呼召，互咱每一个人伫稳定的当中，毋是停伫遮尔。咱拄则你讲，主耶稣讲要咱得到生命，了这个活命，而且咱更加丰盛。到底这丰盛是啥？所以咱来为了这个丰盛来领受嘛。咱较早嘛捌讲。主耶稣有一个比喻，讲甲迄种子也咧土骹内底，也咧田内底。当然有人听了歪伫鸟仔巴加去，就无啊。有人有得到，有得到。毋过迄个菌切，日头出来，风吹日晒，哇，结果翘去。有人讲，菌较深一时发出来嘛袂歹，毋过拢无结果子呢，无结果子。尾伊讲人若心的即个心若预备好这个种子入面会发出来有30倍、60倍、100倍的水。所以这当中就是有一个问题，讲主耶稣咱袂讲100倍，伊都每一个人为什么有30倍、60倍、甲100倍，大家嘛知。所以咱生活当中确实这甲咱的拍拼有关系，总是稳定行头前，稳定行头前。但是你的选择会影响到你后边。将来面对主的时阵，你到底有偌济丰盛是主赏赐的？这是咱家己爱想好的，毋是讲我敢若信主了我就煞，毋是。当然你信主真好，但是尾这个丰盛的生命，伫咱世间的当中，咱就开始你行咯。咱今仔有你讲今仔日就是讲，这个拍拼的时阵，毋是讲互咱这个你这条路上，咱做迄落是。互咱了解讲，咱有这个稳定的时阵咱安怎来领受上帝的丰盛？咱毋是讲这个救恩的问题，咱是讲着讲这条路咱行好，这个救恩不但无失去了，咱保守会掉。
而且咱会当丰盛出来。这就是我相信咱囡仔生出来，伊已经有生命了。是安怎咱爱甲造就？是安怎大人爱甲引带，爱甲教示？这毋是干那生命呢，是一个人会愈来愈大、愈丰盛嘛。一般来讲，对咱世间来讲，就是有路用的人嘛，对无？这个路用毋是讲上帝讲你爱安怎才出脱，伊毋是，伊是要互你好加上好，稳加上稳嘛，福气加上福气。所以这个基础是稳定的开始。互咱拍拼意思讲，咱知影咱有这个稳定，咱来好好保守认真来行这条路，认真来行这条。所以上帝这条路是从啥会真简单？伊讲就是要互咱甲伊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因为咱人已经是对路，咱有受世间真济污染。所以上帝讲，我即马甲你救，互你这个生命甲世间的生命无共，因为你已经有世间的生命。你即马得到是上帝迄边来的生命，拄啊出世，所以伊要照伊的丰盛，这个生命内底，互你去发展上帝的性情，互你发展上帝的性情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讲，上帝呼召咱是稳定开始。你若看旧约的时候，你就看到真侪人，有的是稳定的开始真好，不过可惜有真侪人，你半中途也是落尾做做晚节不保。你看这个历代志的这个圣经嘛，真侪王像迄个约沙法真侪王拄开始嘛足好的去互迄个祭司耶和耶大甲栽培，拢足好。我尾迄个祭司死，结果伊就去听别人的话，结果就偏离去所以这咱要注意就是讲，咱已经稳定，已经甲咱呼召，咱徛咧稳定内底，毋好忘记的。有的人讲主。这个稳定永远袂失去，是袂失去。上帝的意思是无要互你失去互你生命哪会要甲你无去？伊袂，但是人家己无爱去，人家己单调去。为啥你来单调？因为你无注意你可能有世间真济这个诈骗的集团甲你骗去。有的人嘛，可能较早的人嘛趁足济钱，足有钱的，拄着诈骗集团规个骗去，规一世人的这个储蓄也好，啥物都无去这是咱世间看会到的代志。咱咧行这条天路嘛是共款，咱不得不教，咱讲我咧信上帝，我就足好足平安足喜乐。但是上帝要栽培你的上帝的性情时，伊是要搁较丰盛互你。但是咱若无注意，咱敢若有即个生命无迄个丰盛，这毋是主互咱的即个愿意。当然，伊互咱生命是稳定，毋过尾互咱的丰盛是咱爱甲伊去配合，咱爱甲伊去配合。所以一切丰盛，即个开始的时阵，稳定来时，人爱去回应上帝的听，回应上帝的听，回应上帝的听。所以咱遮咧看，摩西当初嘛是安尼毋是讲咱外教，你嘛会使讲摩西较早做教，毋过伊去抗议了，伊就完全失去家己讲，我就袂得做，我就袂晓但是上帝家己呼召出来，你看伊的生命的改造所以上帝讲，即个人你即个抗议来甲成全，伊是一个真谦卑的人。总是伊嘛是有真济无好的所在咱嘛是共款所以上帝看咱毋是完全的人，但是伊对这伊来讲，伊无要紧。伊的要紧是你愿意听伊的话语，照伊的意思，你稳定的当中一步一步来行。你都要看这边这嘛是共款。咱你有身躯嘛，有身体嘛，你安怎肌肉啥会去练敢若健身房你练，你会更较强壮。这就是基督徒爱行的一条路，也是讲今仔日嘛是共款。咱像我较早要去新学院读书，我要去新学院读书爱申请嘛，伊嘛会使无我去，嘛会使互我去伊互我入去，伊嘛是5万我会当毕业嘛，伊嘛5万我即个受训练了，毕业了会当做一寡服侍上帝的代志嘛。今仔日上帝意思嘛是共款呼召咱入来，毋是干那得到即个生命的活命尔。伊要互咱根本你讲会当丰丰富富、欢欢喜喜入去上帝面前，哇！你不但有即个活命，而且是足水的活命。即个活命内底有真济真水，咱讲结出来果子啦，对吧？结出来果子所以有的人讲我即样树真水，毋过你著即树就无结果子，你著感觉怪怪，水了袂有水，但是无迄个满足的意思。上帝要咱完全，但是即个完全到底是啥？咱有当时是毋是看外口的即个我偌成功，我趁偌济钱，伊讲毋是。
是要互你愈来愈亲像主耶稣上帝的本性、的性情。因为上帝这是咱对遐生出来嘛，所以咱即马人世间咱嘛知，咱对老爸老母生出来，咱若伫啥物厝的所在来徛起，自然会受即个家庭的影响嘛，叫做原生家庭嘛，对吧？若原生家庭咱若好，当然即个人就好。所以咱一开始有的人生伫王内底，伊是做国王的王，但是伊是继承迄个位，但是伊无迄个王的本质，也是无迄个王的好，这嘛是事实的代志。所以咱今仔日上帝讲，伊已经呼召咱做上帝的儿女，毋是要听个遮。咱当然伫世上，咱会拄真侪代志，咱来当欢喜过日子，平安来过日子，毋是伊敢若毋是要互咱欢喜平安尔，伊要互咱更较丰盛的生命。即个丰盛的生命，不但是咱，嘛要见证上帝的荣光嘛。我想，若你台湾大汉，若华人拢共款嘛，或者一般来讲，华语讲，咱会当光宗耀祖嘛，对无？你生出来甲许大人拢真共，毋过你会当光宗耀祖意思就是安尼。但是你想上帝本来就真荣耀，伊搁爱去甲伊光宗耀祖嘛，怪怪吼。伊本来就荣耀，敢有需要你甲荣耀？无需要。所以即个荣耀终尾是要啥？是要互咱啊，要互人看到你讲哇，信主的人真有福气，哇，信主的人确实无共款所以不但咱得到福气。会当证明上帝荣光嘛，见证上帝荣光先煞带落，因为这来引带人进入这个丰盛的生命，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啊！上帝的心意，有一个人甲我问讲，牧师啊，这个咱的上帝遮尔好，是安怎这个有地狱上帝哪会叫人去地狱？我讲歹势，恁常常看代志看无相共。我讲上帝毋是要甲人送去地狱。上帝是要把地狱的人救出来，这是上帝的心意。牧师，你哪会安尼想？我讲真简单啊！创世纪一开始的时阵，当初迄个宇宙的时阵，就一个所在黑黑暗暗啊，内底足混乱的啊。上帝降入去啊，降入去迄个创造一个环境出来，人入去内底啊。所以上帝本身就要祝福人啊，互人平安啊，互你知影讲你这个环境的当中，你会当愈甲伊共款。享受这一切丰盛啊！但是真可惜是人无了解嘛。人为啥无了解？人是讲我要做家己啊，我无爱听上帝的话啊。我要照我家己啊。所以迄个夏娃才去食迄个神恶果的树，才结果人坠落嘛。所以坠落，咱即马其实所有世间的人，拢哩。虽然咱讲咱的世界是安尼，无感觉地狱，其实世间人甲你讲啥？这是一个苦海啊！你认为宗教嘛？甲你讲世间是苦海啊！耶稣讲世间有苦难啊！所以意思其实咱即马所活的环境，其实毋是好的环境，爱愈来愈歹。所以上帝互咱的生命是真做，互咱知影讲咱有永远的生命了，咱领受上帝的性情去做上帝显明的听，甲人对。地狱救出来，毋是上帝要甲人送去地狱，咱看毋到啊。所以有人问的时阵是用家己的想法，但是你若注意看上帝的心意，是使人平安啊，是要互咱永远的活命，要互咱得到生命更较丰盛啊。所以你第一项你得到生命了，上帝有设立一个目标互你，因为咱这世上还未过去，咱伫当中咱是属上帝的子民，咱是金尊的祭司祭司嘛，对无？所以咱带人来认识上帝，人来要因为你认识上帝，是咱外口讲吗？当然，咱分享上帝的道理无毋对，但是同好的迄样就是咱讲，你活出来人看了会欣赏啊。迄个欣赏是世间的人讲欣赏，当然要有钱啦，真侪有钱，但是实际上，互人欣赏的同到尾啊，毋是钱，是你即个人的品质，你即个人甲人的关系，你即个人互人感觉关系足水的。毋是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今仔日咱所读的，就是爱咱训练啦。咱已经得到生命的时阵，咱来了解咱伫上帝的圣经内底，上帝一定呼召互咱，而且甲即个能力已经放在你内底。所以咱定来讲，你我内面比世界较大。所以为什么咱讲一生的果效对心发出来？上帝讲我已经住伫你心内底啦。你若愿意听我的话，照我的吩咐，你会满足的喜乐啊，你有永远的福乐啊。
所以咱常常受上帝互咱的时候，咱常常袂记。所以今仔日咱伫遮会当讲有当时我做了无好，袂要紧啦，兄弟姊妹。你若是讲我做了无好的时候，你爱感谢主，你承认你是无完全的。世间人你讲啦，你若知影你有病，你就爱找医生啦。你若感觉你有病，佮感觉无病，就准备完蛋啦，就准备爱翘去啊。你若有病，则讲我有病，所以我需要找医生，我才有法度去修复嘛，是毋是安尼？你明明有病，你佮较无爱看，你佮当作无病，你就往死路行嘛。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讲，咱常常会当知影讲，咱有问题，咱无完全。所以咱爱知影讲，咱会带来主的面头前领取上帝已经讲，我就选着你啦，我已经甲这个圣神放在你内底啦，我已经要互你开力咯，你会当来领取，你会当来摕，咱所以免看家己，咱所面对的问题，咱会当有一个谦卑的心嘛。所以咱知影咱爱受上帝的旨意的引带，咱才有这个开力，才知影讲会当改变，才会当往这个方向来个。所以有时阵你毋好讲我外拍拼，外拍拼。我顶礼拜嘛是安尼讲啊，毋是人外拍拼的问题，你著行毋对路啊。所以咱常常往毋对路，要来处理这个上帝甲咱讲的代志嘛。所以今仔上帝讲，已经把这个能力放在你的心肝内底。咱爱知影讲，咱无这个开力的时候，咱爱来领取上帝的开力。所以免惊，人讲行袂着顶，所以你凡事免惊。咱若知影咱有问题，这是正确的；知影咱软弱是正确的。毋过上帝互咱出路，咱来到伊的面头前，咱来到伊面头前来领取。所以伊讲，你有这个信心了毋是定你遮尔，你煞来骨力咯，你有这个骨力是啊，你有信心我爱德行我爱知识啦，煞来节制啦，忍耐啦，煞落你就爱虔诚啦，煞落爱兄弟的心，爱正人的心，你若听落分去安尼遮尔济啊！兄弟姊妹，这就是讲意思讲咱的生活当中，咱毋是一日造成的。咱有真侪方向，爱慢慢来学习。所以人生的这条路其实拢有意义的啦。所以顶礼拜牧师嘛甲大家讲，一个新的年来人讲你阁老一岁，毋是老一岁，是今年阁上帝恩典，咱阁甲一届阁较深来经历上帝恩典的记录。所以咱讲加一年。是加一届，互咱去更加明白咱主，互咱的恩典要带咱去经验伊的记录。所以这条路人生的路途有一样代志你千万去，毋好放弃啦，毋好放弃。有的人就无仰望，迄就足可惜。其实主一直甲咱讲，你主的内底咱才有仰望，因为咱有信心了有仰望，有仰望了，咱知影上帝听咱，所以咱会当一步一步继续无论环境偌安尼冲突，还是讲起风影偌大，这拢会过去。所以每一条路，咱已经伫顶悬的时候，毋好放弃，咱爱坚持。坚持你行你做的这条路。所以迄条路也是咱成长的道路，敢若囡仔共款嘛，出世伊一步一步成长嘛，伊自然爱成长嘛。你拢莫插伊嘛是会大汉啊，毋过迄个生命就变做无法丰盛嘛，毋是无生命。生命自动伊就发生啊嘛！今仔日上帝予咱的生命时，咱已经徛伫恩典当中，所以咱会当欢欢喜喜的仰望。仰望的当中，你会拄到真侪代志，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是要锻炼咱。咱对啊，你讲，你人拢平常时嘛好，你是安怎走去健身房要锻炼？我要锻炼较水啊，我体格啊较水啊，我肌肉啊较水啊，对吧？即摆人就是安尼想嘛。其实咱属灵的生命嘛是共款。是超然无共了嘛，所以咱今仔看到这就是共款，一步一步来引带咱。所以咱这个属灵的生命会成长是一日一日。所以为什么牧师鼓励大家？咱顶礼拜你讲，请大家甲主逐工来共行。去训练，你嘛知影训练嘛是，你训练定定爱流汗呢。你去训练会忝你我看安尼。你若毋捌训练人去，你嘛感觉遮忝的。你看到伊真忝啦，毋过伊愈做愈欢喜啊！跑马拉松嘛是共款啦。所以你注意看这个当初保罗当初是去迫害这个基督徒嘛。耶稣甲光照了，伊讲主啊，我要安怎？
我要哪？我要做啥物？哦，做来甲引出来，开始伊嘛是爱学习啊。伊领受了，伊开始伊慢慢改变啊。伊知影讲啊，这个破坏这个啊，安尼做毋对，哦，咱来改变。哦，伊嘛爱学习啊，伊嘛是去学习，伊去抗议嘛有学习啊，对吧？啊，选了出来传福音啊。哦，伊拄着福音的逼迫嘛真济呢，嘛是真济啊。啊，所以伊慢慢啊，这个生命慢慢就锻炼出来，慢慢锻炼出来。啊，所以这个生命加做真济人的祝福。所以咱今仔日咱平安的说想过日子，毋是干那平安喜乐过日子呢。咱有目标，啊，咱有目标，咱的目标就是上帝甲咱讲，咱是有这个智慧也无，也有这个，也是有德行也无，也是咱一寡。所以你看囡仔学琴嘛是共款啦。哦，厝的恁兜囡仔咯，你学钢琴哦，伊拄仔开始嘛学，本来开始足欢喜的啊。你叫伊练习点仔弹，就开始无啥欢喜啊。我你迄长老，到即摆甲你弹安尼，弹了足欢喜。所以共款开始拢。爱一个时间哦，囡仔偌巧，你知影？我要来变数，我头壳疼，我安怎一堆问题啊？是老人讲爱甲引出来讲，好，你等一下吼，啊，你即摆爱啉奶吼，啊，慢慢弹，爱甲鼓励，是毋是安尼？实际上咱嘛是安尼啊，拢共款啊。哦，啊尾啊，咱要弹到较好，咱爱嘛是爱学习智慧啊。啊尾啊，迄个弹出来做好，人讲哦，即个真够弹，毋是伊。艺术偌好，你知毋知？咱讲即个人足好弹是伊的感情，唱歌嘛共款啊，吼，对无？你对遮遮侪人伫遮唱歌，迄感情人听才会感动人。你甲机器人放，你就无感情，你就无感觉。所以同尾嘛是会当互咱愈来愈亲上帝迄个听，会对你的身躯显明出来，显明出来。所以求主帮助咱上帝的生命吼，咱就逐工爱来操练。啊，所以还会记得顶边啊，顶礼拜牧师讲，咱今年要操练啥呢？第一项要操练啥？会记得无？袂记啊！好，不要紧，袂记，去讲一解。咱逐工来操练讲，主啊，今年吼，求你来保持我即个谦卑受教的心，我愿意照你的意思来做，对吧？第二项唔好袂记讲，主啊，我若拄到代志，我若袂记时，互我一定爱记着你，我要来甲你面头前来祈求，来挖苦。你爱提醒家己啦，因为我共款啦，人拢会常常袂记啊，我嘛会啊，啊所以大家互相勉励，为啥咱会祈祷聚会，就是这个意思，对吧？互相勉励。第三，咱安怎创啊？咱就爱甲主逐工来做伙吧。你若常常做伙，你愈做就愈惯势。囡仔你弹琴嘛共款啦，哦，一工一术啦，一工一术啦。我迄当你读新学院的时阵哦，有一个议长啦，讲迄当。你讲我的名叫建元，伊讲建元，为什么你去读新学院哦？科目修遮济，你遮欢喜？我就欢喜读啊。啊，伊讲吼，啊是安怎你的作业作细哦？你拢教会出来咧？我讲我逐工咧做，我拢教会出来。因为伊甲我讲吼，真侪少年囡仔吼，平常时拢有咧上课嘛，考试也好，也要交作业也好，前一礼拜才要做啦。一般拢安尼啊。啊，前一礼拜要做的时阵吼，哦，就规工透眠透夜安尼哩舞到尾啊吼，因为要考试也要交作业，上课要继续上嘛吼。啊，你著看你上课时，伊就开始读书啊，就咧困啊。啊，牧师就问讲，安尼啦，我讲吼，我是因为我咧读书的时阵，我当读数学迄个时阵，数学足歹读的。老师偌严的，老师讲吼，我甲你讲吼，今仔日吼，阮迄当阵，阮拄啊入去50个学生共班的。啊，后壁真侪比我悬一届，两届，那遮侪人。老师拢入来安尼拢笑眯眯，讲我甲你讲吼，哎呀，反正恁今仔日来上这个课。毋过我甲你讲一项代志吼，咱这学期上了吼，遮一半的人会袂伫坐伫遮。为什么？已经被当掉了，无法度收下学期啊！啊，你就是爱叫等啊。当咱拄啊听，咱会知，咱讲哪有可能？老师呐，咱讲 University 哈，台湾你讲啦吼。可能遮学问较好，若对我讲 University， 迄翻译什么意思？你知道？有你玩4年 ，University 有你玩4年。阮当时讲 University 就是有你玩4年，偌欢喜咧！拄大学生偌欢喜，结果一学期还袂甲期中考上，期中考了后你就开始惨啊！安分数哈尼歹死啊！这偌紧张咧，所以尾啊就开始慢慢学习吼。你逐工吼摸一个，逐工甲接触一个吼，所以我即个习惯了，去甲读新学院的时阵吼，我相信随便一下去遐知，
我是你正道神学院内底吼，我毋是要讲我我是讲即个习惯的好处。3年，我2年就读了啊，我2年就读了啊。啊，迄当拢发生足侪代志。其实我毋是感觉讲我，而是讲，我就感觉即个老师袂歹，即个老师袂歹，我就去修嘛吼。啊，老师讲奇怪，你会修遮济？我讲啊，你就同意啊。伊讲加在你搁交，即个讲伊作业啥物拢交会出来，无你交袂出来，你就忝啊咧吼。尾啊，我第3年等去摕毕业证书嘛吼，啊，阮共班的甲我讲嘛吼，伊讲哦，你无伫遮吼，逐个我轻松咧。伊讲我为虾米？因为当初老师作业足济吼，啊，你无讲你有问题啊？逐个人拢嘛毋敢讲，因为我收10科嘛，人收4科5科，哪敢讲？我就无你讲啊！啊，所以老师的作业本来的时阵，我就逐个哪会知，就是继续做嘛。等于讲哦，家在你紧走，吼，无逐个忝到要死，拢厉害。我讲这个我哪哪地带？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讲，咱逐工甲上帝接触，也是读圣经，也是咱甲上帝祈祷，互咱慢慢养成习惯。我知影真济，我捌的真济。我虽然毋是细汉伫教会大汉，但是我捌真济细汉伫教会大汉。伊细汉所接受迄个习惯吼，伊记圣经比我较厚。我即摆要记，有当我记袂起来。我拢用家己理解的，我无逐句拢记会起来。我用理解即个意思是啥物？可能训练无共，但是我发现细汉你即个教会大汉的吼，因咧记忆力当初你背也好，也是即个习惯也好，足好的，足好的。所以我嘛是发觉即个好的问题，即个好的代志，所以甲大家兄弟姊妹分享，咱毋是逐工意思讲，我著安怎免你轻松，安怎轻松？敢若讲吼，咱咧真理地下咱就自由啦。敢若讲上帝甲咱创造伊典型，伊甲你讲2丛树仔尔啦。啊，其他树仔哪会讲？毋是，伊互你自由，伊甲你讲即2项较重要，爱注意。哦，其他在你自由，意思讲，咱重要就是逐工你找时间来甲上帝沟通、祈祷，甲啥物代志甲伊讲，伊会引带你嘛。啊，当然你自然有气力，你当然欢欢喜喜啊。毋是讲咱这当中，咱嘛会破病，咱嘛会拄着一寡风险的代志，无好的代志，拢会逆来嘛。你一定超凡的啦。你若无上帝甲你讨白，你一定超凡的，因为人会用家己的方式要去掠。但是你若有练心吼，你会愈来愈轻松，你会愈来愈反正主甲我做阵啊，既然来啊，我袂去看问题，毋是讲我无注意问题，我对问题内底我要想，主啊，你既然英文吼，我要安怎处理？我就袂晓啊，我若会晓处理，我就处理啊。啊，你袂晓处理咧，有人互你问，佫无爱问，啊，你哪会无爱问？你就想要挖苦家己，但是咱若逐工惯势甲上帝沟通嘛。哦，祈祷嘛共款，有人讲无事，我无使晓祈禱，你逐工甲上帝讲话，你自然就晓祈禱啊。对遮Jason讲，牧师，啊你家己来讲下练等，我毋是讲下练等，我著常常讲，我尾我就自然啊。拢过程啊，拢是过程，所以求主帮助咱吼，帮助咱。所以讲，咱即个路上的顶悬，咱有目标，啊，毋是讲咱爱安怎，咱就逐工。我感觉有啥物需要来调整的，有啥物当较好的，啊，咱就一项一项。甲上主来沟通，甲主耶稣来沟通，甲圣神来沟通。我会当帮助我，毋是讲一声就要完成偌济，免。但是你有心无心最重要，有心甲无心最重要。所以咱会当想看觅，咱今年你感觉倒遐做了真水，感谢水，会当更较水无？若有啥物所在无好势，咱甲上帝讲主，即个方面智慧也好，也是品行也好，也是节制也好，像我嘛是共款，我前一年。我迄个血糖足悬的，医生叫我食药啊。我讲医生干啥物食药？伊讲会得做啊，你爱减肥啊，爱减肥啊。我讲好，无来试看觅啊。我也3个月了，我就决心讲我要减肥。减肥其实你就注意爱食啥物嘛，毋是讲你拢莫食，是你注意食啥，你有注意。咱较早无注意，逐项嘛甲食，好食一直甲食咧。尤其我嘛足爱食的，我是较爱食的。所以好食我就一直食。啊，咱有讲，这袂去食，医生讲，结果3个月了，迄血糖就降了。本来爱食药啊，我免食药啊。所以这拢是上帝互咱的恩典，有够也用。咱主要就是咱注意爱做啥物，咱有目标慢慢做，一项做，你时间到，你自然就你自然就知。所以比如讲，咱若即几项吼，咱只逐项吼，伫咱的世间当中，咱一项来做。将来咱见主，咱一定欢欢喜喜，你免烦恼。
有人讲主来的时阵要安怎？无论你主来安怎，你逐工安尼做，你免去惊啦。敢若我对遮你讲，我逐工就这摸一个，你逐工拢伫遐内底，考试也好，交作业也好，你拢随时在你来，袂要紧啦。因为我随时就是在地，亲像在天啊。毋是讲我外口，是讲咱知影咱有问题，咱知影咱主会帮助咱知影你即个路上顶悬，咱该做，咱一项一项做，也免讲一定爱我安怎，毋是，你放轻松啊。但是你有目标，每一工一撮仔一撮仔做。啊，伊嘛有讲哦，啊，你若拢无要做，你有可能不得不甲即个福气拢无去哦，你的福气也无去哦。所以这是互相提醒，毋是上帝要甲咱吓惊。上帝无需要甲你吓惊啦，因为伊是要祝福互你，伊甲你吓惊要创啊？伊是甲你提醒啊，互咱会当欢欢喜喜过日子啊！而且咱得到即个活命内底，咱会愈来愈丰盛，互咱的生命无但咱得到福气，嘛甲即个福气分互人啊，来见证上帝啊！这毋是足水的代志所以咱会当欢欢喜喜来进入即个。所以咱拍拼毋是为了得救啦。咱有目标，你做毋是讲我落爱得救，毋是你若自然安尼行。讲敢若我对着你讲，学招你入去即个新学院，伊就是要甲你保证要互你毕业啊。敢无甲你招了，讲我保证无互你毕业。像迄老师入去讲，我一半要无互你过，听着惊死啊！你搁较惊。但是你若呼召入去即个天国的恩典已经内底，你一定伫内底啊嘛。伊是要互你会当通过，而且入去即个。欢欢喜喜啊！但是你袂记，你入去到学内底，你入去到你应该做的代志，你无要插。请问你，这你要安怎得到结果？这个结果是你的手啊！上帝我已经赐予你咯，你著按步行就好啊，欢欢喜喜行就好啊。注意咱的目标里头，咱就一步一步行。当然你讲牧师，我有当行毋着，行毋着转来就好啊。所以你若甲上帝有咧沟通，咱囡仔嘛是共款，有当算啊袂记走出去，甲叫倒转来，咱就。有诶，倒来你就无法度。所以浪子回头意思讲，伊要倒转来，伊知讲我毋对，倒来，迄个阿爸就甲破掉，就是安尼。所以咱信主诶人足有福气，足有福气。所以咱拍拼诶目的是要咱会当完整诶，会当行着即条幸福平安诶道路，了后会当丰盛嘛。毋是讲为着讲咱咧得救咱也无安尼做，你互伊压力足大诶，迄压力足大，你自然会足艰苦，你自然会足艰苦。所以为什么咱知影讲，今仔日甲咱讲的意思就是讲，上帝已经甲你呼召入来，恩典已经开始了。你伫恩典的当中，你会愈来愈好，恩上加恩，福上加福。但是恩会当加恩，你爱甲配合啊，你爱去配合上帝甲你引出来的路的目标啊，你袂使行你家己的路啊。你若拢行你家己路，圣经创世纪第6章有咧讲啊，你大家拢讲圣经里内底会走去无？我甲你讲会哦，哪会走去？因为你著一工甲要行世界的路，伊踮咧你内底无效啊。创世纪第6章时讲啊，世间迄当阵上帝的儿女，看到世间的查某囡仔有啊无？哇，足水的，无爱插啊，拢要甲带到尾啊。上帝讲你拢要行世间的路，你拢要做即个血气的代志，相信你内底就无效啊。所以人迄个歹的，就愈来愈济，愈来愈济。所以求主帮助咱是祝福福气的，但是咱嘛爱做一个听喙的囡仔。这个喙毋是讲咱外口，是讲注你来讲，我嘛知影每一个人无共，袂要紧，袂要紧，上帝引带引带。所以咱看到这信主无信主，其实福气你倒，你有随时你预备无？你有随时你操练，这个操练毋是讲你毋是生活当中真自然的过程。这10个道路大家就知嘛。拢是听候主来啊，但是5个入去，5个无入去，为什么？所以咱拍拼毋是要主看啦，是互知影咱袂失去即个福气。你即个过程是知影讲，我要保守上帝已经恩典互我就好好来行，所以我免烦恼，我袂失去，一定袂失的。但是你若无注意，你若无爱，当然就失去咯。一定失去，不100%。所以有人会惊，其实坦白讲，咱免惊。你若你主的内底，你若安尼想，你逐工欢欢喜喜照主的意思来做。你讲我有当做毋对，上帝毋惊你毋对啦，上帝惊你无要挖倒转来。上帝惊你无要听伊的话，咱对我讲，你无要听伊的话，你干那一直要惊你的。
自我作主张。上帝甲你讲，你有愿意谦卑转来无？最后咱对来讲，迄龙子回头就是讲，伊知影毋对啊嘛。龙子会回头是因为伊知影伊毋对，毋才会转来。伊若知影拢对，有诶人话讲我对，我哪要转来？我就安尼好啊。伊知影伊毋对，但是有诶人毋对嘛会离开哦，会歹势。我真转去，伊嘛会对我安怎无？其实咱对着你讲，咱上帝的疼是伊的本性，毋是上帝有疼，上帝的疼是本性。我细汉的时阵吼，有时阵常常会去用迄件呢。你若无乖吼，你若无乖，我甲你叫警察来哦。迄大汉的时阵，你看有真侪人吼，看到警察会惊呢。我若想无啥惊警察，警察是咱往税金的钱啊，等于咱请的这 security。你看到伊会惊，伊是来保护我，才对。我来看到伊会惊，拢个吓惊嘛。咱细汉毋知影，大人拢甲你吓惊吓惊，惊到要死，敢做毋对安怎？其实上帝知影咱的问题，咱的问题是咱一定有即个问题，所以有咱有问题时，伊就救咱啊嘛。啊，所以你即马有一寡问题，伊嘛知啊，但是伊伫互你机会啊，除非你无爱啊。所以咱已经徛伫稳定的当中出发。啊，你稳定的当中，咱就欢欢喜喜过日子。啊，你欢欢喜喜的当中过日子，伊办咱随时会当来领受主耶稣搁再来也好，也是咱离开世上，咱拢免烦恼，咱自然伫上帝国内底。啊，这马拉松就希望遐同知影。你外口拄开始外口走拢无效啦，你迄个步调啦，你迄个喘气啦，啊，你迄个协调，啊，你会愈走愈好，这大家拢知。啊，其实咱就是爱超咧，啊，咱有目标，啊，咱有目标，啊，咱来超。所以为什么迄个保罗会讲嘛？讲啊，迄足好诶、美好诶前我已经拍过啊，吼，爱该走诶路我已经走，所相信诶我已经守啊。大家一定是讲保罗一定啥物拢完美无啦，歹势兄弟姊妹，伊讲诶这吼，就是讲咱真侪问题会发生啦。毋过因为你主诶，我相信主嘛，对无？哦，啊，这条路该安怎走，我就安怎走嘛，我守嘛。啊，所以上帝的冠冕一定互你。所以保罗讲，你若安尼做，你就一定有啊，毋是有尔嘛。你若往要伫到这，你就一定有啊。敢若讲，你若入去学了，你若照学的规定来做，你100%毕业啊，你无可能无毕业啊。你知影我说？啊，你若一工敢要爬墙，无你读书爬墙要去外口浪练溜练，啊，你讲我要毕业证书，这敢有可能？所以要问你家己啊。哦，上帝已经甲咱保证，这条路咱愿意行，啊，慢慢行，顺福行，你一定会当得到。这是上帝的保证啦。我较早咧补习班嘛是共款，台湾可能吼，我迄当时咧补习班做老师啊，南洋街啦吼，那你台湾拢啦，我当做老师，我讲吼，我甲你保证，你一定考调大学，哪有可能？我甲你保证啊，无调我退钱啊。我招生吼，一礼拜招了，100几个大家拢入来，我就无搁招啊。迄内底吼，毋是拢读高中，真侪读迄个高职的，结果敢若一个人考无了，歹势建国迄个建国高中，因老爸老母来找我咧，你毋保证考调，阮建国迄个建中嘛吼，建国高中毕业，阮囝建中毕业的咧，那考无调，我讲。伊就一工甲无翘课啊！我就拢寄批互你，啊，甲你讲你嘛无爱抄啊！我拢毋知影咧，我寄批互你啊！伊嘛无爱抄啊！一工徛后头摆，啊，四界去佚佗，我哪有法度？我也无法度甲白条呀，对吧？无法度，全班敢若伊一个考无掉。我毋是讲一定偌好诶大学，但是伊一定考掉，大家拢考掉，敢若一个无掉了。迄当阵补习班讲，哦，即个杀人，即个我，其实毋是我啦，其实是大家愿意照起步工来行。照起步工来行，这是我的经验，甲大家分享。所以圣经其实嘛是讲，咱你这条路，咱人生每一年这条路，咱就是好好行，欢喜行，稳稳啊行。啊，咱该注意的咱来注意，啊，咱该做的来做，安尼你就足好啊。你免去烦恼啦，你的救恩袂失去啦，除非你家己无爱治啦，吼，第几个无爱治。所以咱即马嘛有淡仔思想讲，我是毋是徛伫遮拢无你走？哦，啊是我如你走，我有坚持无？啊是？定定即个心就走对边仔去，走对外口去，走对世界去。我有向准即个目标，祝福我的目标去行。哦，所以今仔日真简单。哦，咱上帝已经，咱得救的时阵，即个稳定起点已经开始啊。伫咱的当中，啊，即条路
就是咱训练愈来愈好的路。你每一天你行的路，就是训练你的路，互你会愈来愈好。当然你行唔对，你会软弱，这拢正常。有人讲我年岁愈来愈老，不要紧，上帝嘛甲你讲，你的外口愈来愈老，你的心愈来愈健壮、愈少年，因为你有望嘛，你有经验嘛，所以这拢真做真侪人的祝福啊。所以人咧讲白头鬃是上帝互咱的荣耀呢，毋是老就无效咧。有人讲老无效，世间你讲啊，你莫听伊讲，迄乌苏人讲。咱互相勉励，咱会当优雅有个优雅来变老，优雅变老。下礼拜再来讲，优雅变老过新年，安尼好唔好？安尼好唔好？咱有目标啊！咱若知咱当欢喜来过日子，所以咱优雅来一年一年的过优雅变老过新年，阿妹吗？有阿妹所以求主帮助咱的目标你都知咱目标无你地上啦。咱的目标伫天顶将来里咱逐工来享受上帝予咱的日子，慢慢来个。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咱已经是伫上帝国内底，上帝国内底咱来安怎殷勤，咱爱骨力，咱忠心，已经上帝一点一点加添予咱，所以咱一定会当欢欢喜喜进入天国的内底，你免烦恼，安尼好无好？所以咱欢喜过日子，有目标，大家来行，安尼互相鼓励，求进步，有当时互相闹开，嘛不要紧，互咱会当更较好，哪要紧？咱就知咱无完全嘛，对吧？我讲你知呢？大家鼓励祈祷，咱做阵下头祈祷。真来主耶稣，阮感谢你，阮感谢你，这新的一年，阮甲阮家己献上予你，总是这一年的当中，阮知影你对阮有真侪的计划。求主你的计划来得成，求主你帮助阮，阮若行偏错的路时阵，你会听引带阮转来，互阮有一个谦卑的心，对准阮的目标来行。知影，无论过去有做会到的，还是无做到的，总是主，阮会当搁再一届，伫你的面头前来领受你的丰盛，来引带阮行2020年，甲一切献上感恩，求主祝福，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免。